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嘉义县阿里山山区落大雨，长者53岁妇人伫溪边失踪，已经找到遗体。行政院长邓英泰早起嘛去台南探灾。赞成核三厂停放的代表讲，无核能发电，台海防风锁会有能源的危机。反对的团体是强调讲，无法度确保安全，无应该停放。内政部查出全台湾5个村里长有中国的成分，花莲县富里乡海电村的村长郑万华、洪改志，伊嘛提起诉愿。来看中南部的大雨落几啊天咯，今仔因为西南风减弱，雨嘛落较利落。也毋过气象署是表示讲，苗栗以南嘛是个会第一站阵雨，也是雷公雨。高雄屏东的山区，佮有离岛的金门、澎湖，嘛是有可能个会落大水雨，要爱特别注意。今天在南部地区，特别是在高屏的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豪雨的一个状况。不过南部的其他地方，金门跟澎湖也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这些地方的朋友外出一定要多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哦。气象署表示讲，明仔载中南部佮有金门部分所在嘛有可能会是落大水雨，就爱到拜三雨才会下歇。北部佮有山区过昼嘛爱注意会落雷公雨。另外，西南风减弱，太平洋的高压变强，气象署今仔中昼嘛已经解除西南气流大水雨的警报咯。中部嘛是个落大水雨，伫中华云林、园林哦，佮分恒是有山坡崩起哦。虽然是讲无马上有危险，也毋过民众嘛拢先疏开咯。另外，伫台中大溪风景区有14条步道，有真侪所在土质啊拢松软，市政府嘛通告讲全线先封起来咯。好。怪手拔吊索啊，甲5号受灾机面的奥多摆为绑起的所在吊出去外口会当通行。中部雨就无休困，中华园林乌水巷车山发生车路绑起，山坡顶悬一个正新护林头前的边坡是规片拢出去，而且绑起的所在边仔就是建筑物。公所已经安排细黄的厝主一口罩3个人去社区活动中心安置，后续会做临时的动土设施。他之前就好好的啊，也不知道啊，为什么突然间整个都崩塌了？人为安全考量，所以先撤离。那因为陆续雨还在下哈，这个边坡可能暂时还不能动，哦，以维持它的稳定性。那后置我们会用太空包先把它挡起来，然后加覆盖那个帆布。迄若分园大中路这间民家厝，初一厝头前的车路绑起，而且连日着大雨，边仔大路的必顺是搁较深，崩塌的范围嘛扩大。住户已经先撤离，村长真烦恼，搁走来巡，希望官府赶紧抢修。因为来，伊这囝仔内底拢掏空去啊嘛。伊即摆迄边的厝，你也看迄边厝，家迄边拢掏空啊，迄边厝干，足危险的啦。防范。看相关单位安先来做紧急处理啊。系啊。这民众搁先搁倒来遮嘛？无。台中大溪风景区14条步道，因为落大水雨出现真侪大的灾情，市府7月31公告全线封起来。不过有民众要是硬走入去，有的是看到封锁线就洗翻头。是有运动到就好了，反正也是来这边走走路、散散步这样子。但是不能再进去。嘿，对，可能要再走到里面去，可能会有一些困难的样子吧。公告将大坑14条步道全线封闭，吁请市民近期暂勿前往大坑山区登山活动，以确保人身安全。台中市管理局强调讲，修复步道牵涉几个机关，抢通甲中建需要时间。最近唔通去爬山，因为灾害并唔是伫风台天发生的，民众若硬走入去，并无法则，会派人加强巡视甲劝导，呼吁民众都要遵守管制措施，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的山区有几个所在哦，土质啊崩起，高就向新丰村的185管道，目前是暂时单线通车。伫三地门乡、佮雾台乡，今仔日部分封起来路段，嘛已经恢复通车咯。山鸟甲怪手赶紧甲挡伫路面的沙石清掉，边仔徛架黄色的土水嘛是搁挡伫门口。这是屏东高树乡新丰村连续几6天的大水雨，土石对山边规个崩落来，直接甲185管道挡掉咧。因为这条主要是对外连接的沿山公路，当地居民赶紧派怪手来挖，暂时单线会使通过。当地民众要回去厝，就要行别条路。整个那个185县道就是有点沙石淤积，然后还没有完全清理好，要么就是走旧马路回来，又或者是从宝莲禅寺对面那边有小路可以过来。
对，然后其实各地都还是重工具还在帮忙清淤当中。礼拜5开始就下大雨啊，所以就水就慢慢就淹上来了。家里面有进一点水，但是就是还好不是土石流啦，所以家里面清理还蛮快的啊。主要就是外面就都是这个泥浆水。新丰村义兴路的居民因为伫尾寮山的山骹，嘛是因为溪水无法度排泄，昨暝互通媒水淹到厝内。好佳在无严重，居民趁早起无雨的空旷，紧甲埕甲厝内的土石拼拼咧。屏东县山猪毛乡嘛是过来港的大雨，造成暗坑互土石塌咧，土水直接冲到路面。对外大路过来达发生水崩山，水管破去，水一角规个。啊，水路有断掉吗？已经水都没有，水管断了。应该天气不好吧？山猪毛乡甲雾台乡因为连续的大水雨，造成里港三德检测所附近积水，警员刷到山猪毛，多功能教室执勤。今仔日护士检查所恢复运作。山猪毛乡第24线德文往新山道路原本已经成封闭，今仔日早起10点嘛恢复通行。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南有真侪民众的厝尾顶，予丹那西风台扫派，这几天又搁落大雨，搁有未少的灾情哦，即嘛是真欠工，所以民众拢找无人当修理厝，甚至搁有民众互诈骗。行政院伫7月30日成立分家南灾后复原前进指挥所，甲台南市政府合作，帮各当来加紧修理厝的速度。行政院长邓英泰早起嘛伫市长黄伟地陪同去柳营来了解实际状况。现那片放伫土骹，要用来修受损的厝。台南前后经过丹那市风台甲控制一摆大水雨，真侪民众甲远甲即马还未恢复。除了大水雨，经济因素搁较侪是因为欠工。你这有钱开无路啦，我这钱甲摆大路讲你来甲我倒南来啦，无人咱2个月后啊啦。行政长邓英泰详细听干部欠工后，嘉南在区出现修理诈骗。行政院7月30日设分家南在后复原前进指挥所了后，先甲台南市府分工阵容，加上配合在区建部修理，已经400多户咧接触。邓英泰测试也如南在区柳营顺势。我是期待我们这个前进指挥所能够更广泛的来透过这样的方式，跟各地进行更多的媒合。那也要求前进指挥所其他的各部会在认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加速他们来投入。厝顶看布棚1万户空棚一落雨，家具全浸水，灾区受创严重。中乡地方都咧合作配合修理，佮提出厝顶甲外壁损坏等补助，控制恐怕大水雨也会立即，但那消防台在后复原特别条例适用范围。能够让后续包括07、28及接下来的这个豪大雨所造成的损害民众，他们在家园复旧、复建及卫助方面得到一个法源的依据。黄伟泰表示，下半点已经废校的校舍安置，厝受损严重的灾民，南部地区因为连续风台甲大水雨受灾，灾民希望莫阁落雨，欢迎安心整理恢复家园。记者综合报道。7月初风台扫过哦，台南高雄有真侪所在毋但熄电，电话佮手机拢收无信号。这几天哦，南部的雨又佮落袂煞，所以佮有所在哦，佮还未恢复通讯。中华电信今仔日伫立法院表示讲，已经有派几啊倍的工班伫抢修路，也毋过哦，雨落袂离，进度较慢，伊个上紧15会当来恢复全面正常。但那是风台7月初罕见的为家己登陆，造成中南部受灾严重，加上最近南部大雨无停，造成包括台南、高雄等地有望有住户电信断线。另外，一切是针对风灾了后的断线抢修机制，正向全报告甲执询，立委直接问中华电信抢修量敢是有够？现在还有中华电信的用户市话跟我们的这个手机还有用户无法使用嘛？一天现在修复能量大概是300到500哈，从台南跟嘉义这部分。那我们预期本来8月6号全部就修完了哈，那最近这个雨又来了哈，可能我们会再依照这个户数来讲，可能会到8月15到20左右，要看天气的状况哈。因为天灾造成断线，就算行动机动车全部出动，也是有时间。立委要求社会部甲 NCC 讨论，敢是这个期间开放漫游使用，各由政府来出经费。
通讯车这3个临时的处置的方式之外，漫游可不可行？我上礼拜也跟内政部刘部长有联系过了，我们明天就会找内政部跟数位部来开会来协调研商。在动员时期，那个电信管理法里面有规定，就是这些费用衍生的费用必须由国家来负担。中华电信提醒，专门使用漫游会造成另外一种通信塞车的可能性。2个交流道坏掉，现在把要上2个交流道的车，通通调到另外一个好的交流道，要避免一个问题，就是也把好的交流道也塞爆。数位部强调，这摆洪灾造成大规模停电，使基地台无法度运作，会协助 NCC 甲业者伫重要地点建置有耐15级强风，甲有72点钟备源电力的高抗灾基地台，做好洪灾准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8月23，丁芳核三要公投投票咯。早起赞成丁芳的代表是认为，核电厂无应该各项污名化，核电规定改做天然气发电咯，也毋过因烦恼讲，若台海防封锁，台湾会有能源危机。反对丁芳的民间团体是质疑讲，公投的主文讲，着爱通过整体安全评估，也毋过根本无法度来确保安全。核三厂40天来状况真侪，因认为无应该丁芳。核三公投不同意。反对屏东核三厂重新启动的团体，拜一伫立法院召开记者会，因讲屏东核三厂伫咧9月18就正式除役，台湾总算进入非核家园。不过，若被立委说提出来要重新启动核三厂，搁伫8月23举办重启核三厂的公投，引起学者和在地居民不满。在核三2号机5月除役之后，全部都已经停机的状况，已经比较安全了。可是很不幸的，在今年的8月23号即将举办核三重启公投，那对我们国家能不能继续维持一个相对安全的非核状况，就有一些变数。伫核三厂服务超过30年的精电厂技术员李桂林，规身躯无力，连讲话目睭嘛卡卡。伊讲长期伫咧辐射区做工课，得到2个癌症，分别是血癌和皮炎癌。经过医生的鉴定，破病可能和核能真正有关系。我的血小板剩下3万多。然后后来我到荣总血液科去检验了很多次，到最后证明他的学名叫做次发性血小板减少症。2011年福岛核灾事故，那大家都很关心嘛，哈。那从研究的结果看出来，小朋友他的甲状腺癌它有显著的增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2011年日本发生福岛事故了后，日本囡仔得到大红龟癌的比率明显提悬，特别是女性的儿童风险超过70%。民团呼吁民众8月23公投投无同意，唔通互台湾的能源政策倒退路。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中立的环东商场昨暗火烧，规个市场是拢烧了了。消防局认为应该唔是有人放火，也毋过详细的损失甲导火原因爱个调查。警察局嘛表示讲会来辅导店家，协助因重新开业。防守线位的火调人员当咧现场调查中立区宽东商场导火原因，加速桶也先行搬出调查，防止意外个发生。有一寡已经拢互分甲乌麻麻，透早也有袂少摊商关来关心损失，也毋过无法度进入火灾现场，因此希望会当赶紧修复，互商场重新开业。还好啦，是鸡肉摊啦，里面有一些肉啦，可是现在也不能进去啊。目前封锁，我不能进去，所以没办法评估我的损失。消防队他还有在破他的土门吧，要给那个火调科人还要在那边检查破点在哪里。这场火灾就发生伫星期三暗晚10点，火烧甲真美，好佳在伫2点钟左右就互拍花。商场大约有250平方公尺，大约有50个摊位甲民生用品烧起来。消防局火调科调过监视器，这个市场导火前后无人出入，初步排除认为放火，详细财损甲导火原因也有待赔清。我们第一时间也通知了所有辖管市场呢，应该注意消防用火等公共安全事项。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积极辅导他们恢复营业。
已经去20多年的宽东商场，因为火灾严重毁损，警方局表示，第一时间就通知管辖市场要注意消防用火等公共安全事项，后手也会积极辅导业者转型甲恢复营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新竹市第68线快速道路的桥口挖到真侪粪扫，有起厝的废料，阁有20当前总统选举的广告机啊。环保局是表示讲会紧把这物件拼掉，嘛会来调查来源。安门头、钢筋，还有塑胶等等的建筑废弃物，上含的是今年有2000年总统选举时的广告机啊，这拢是伫咧新竹市头前溪桥骹挖出来废弃物。当地议员表示，过去头前溪就捌互人偷倒废弃物，即马阁互人挖出这么侪粪扫，恐惊早就造成水源污染，要求市府甲工程单位要赶紧处理。那么大块的一个营建废弃物，既然会在这个工区的现场来挖掘的时候发现这个是相当离谱的事情。这个要求市政府环保局一定要严格的管控，那也要求这个设计建造单位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这些废弃物一定要清理干净。头前溪对新竹民众来讲是真重要的用水来源，康必局接到通知了，唔敢大意，除了暂停工程以外，也赶紧通知水利署相关管理单位到现场会勘，要来厘清废弃物来源。开挖土层下方发现大量的废弃物，其中包含营建废弃物、塑胶、家具、轮胎、木材。为了维护环境品质，并且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将依据现场的市政，持续的追查违规行为人，并且会积极的督促土地管理单位进行环境复原工作，彻底清除该处废弃物。康必局指出，后续除了会依照现场实证追查违规偷盗来源以外，还会进行环境复原作业，将废弃物彻底移除清洗了后，再会继续进行相关的工程。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诈骗加唱手哦，手法嘛800款，有真侪拢用游戏点数来做诈骗。有受害者家己因为买游戏点数哄骗的经验公开哦，有民意代表嘛公开呼吁中央应该随启动3大改革，包括订定游戏点数的管理办法，成立跨部会处理的平台，推动平台实名制，来防止诈骗洗钱。诈骗手法真侪种，最近几年。游戏点数也正做诈骗金流的看旁。最近出版全球诈骗天堂的作者艾琳亲自公布，伫 Facebook 所被下上骗风诈骗了后，汇款到游戏点数公司口座，将基本无法度兑回的真实经过。我曾以为自己够谨慎，但诈骗集团看穿的不是我的贪婪，而是我的信任。他们为我量身打造的剧本是卖家身份需要验证，这才是当今诈骗最可怕的地方。新北真侪位机关共同召开记者会，呼吁中央政府甲立法院重视问题，推动游戏点数制度改革甲跨部会监理。林国春指出，游戏点数平台实际上早已经负担大量资金流通的角色，却无符合任何监管规范，这平台就像无照的虚拟银行。大家知道说我们是罪刑法定主义，如果你没有这个特别法，没有这个普通法的构成要件，是没有办法去纳管，没有办法去这个移送包括现在司法、警察、调查局或检察官、法官，针对类似的案子是束手无策。大多数呢，这个游戏点数在购买跟转售的时候是无需要绑定实名的，所以容易遭到包括人头或者是假账户的操作。点数的贩售平台呢，未纳入金融机构等同等级的客户审查规定。客户审查规定很重要哦。如果没有客户审查规定，其实随便的人都可以去购买。民来呼吁中央爱随启动3大改革行动，包括订定游戏点数管理办法，将点数交易平台纳入金流监管，成立跨部会处理平台，设置受害者申诉甲金流调查专责窗口，推动平台实名制。KYC 审查金流漏痕甲异常申报等机制，强化洗钱防治能力。到这个进程，司法部暂时无回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哈马斯最近发布一段影片，影片内底有2个人质消散落马，佮讲已经乌无出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谴责哈马斯，嘛强调讲因为消灭哈马斯的决心。也毋过哈马斯是强调讲，除非巴勒斯坦建国，因才会停战。对哈马斯绑在影片内面看到。
这位以色列人质伫咧纸顶留下，即天是7月27，已经几落天无食物件，而且拢无水通啉。这个人质叫 David， 也个摕沙条伫咧磅空内面学，讲是咧替家己学梦。רזה יותר וחלש יותר. מבחינתי זה נראה שאני בדרך למוות שלי. חובר לעצמי את הקבר שבו אני אולי אשכב.另外一个德国甲以色列相中讲一个人质对着镜头讲无水无食的已经强要死亡，因两个人看起来拢瘦皮巴，面色正歹，引起以色列民众上街头示威，希望国界随达成停火加释放人质的协议。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除了谴责，也国强调消灭哈马斯的决心。באמצעות תעמולת הזוועה השקרית שהוא מפיץ בעולם, אבל אנחנו לא נשבר. אני מתמלא בנחישות עוד יותר חזקה. לשחרר את בנינו החטופים, לחסל את החמאס, להבטיח שעזה לא תהווה יותר איום על מדינת ישראל. 不过，以下停火谈判怎么停来？哈马斯催利讲，除非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那无未放弃因武装抵抗的权利。这个以色列的要求相违背，看出双方意见差真多。虽然落雨，欧洲雪地过亚路，依然有几落万人上街头示威，警方估计参加人有9万多人，因夜标语喊口号，希望为保守战争吞下的加沙实现和平，并且运送救援物资。画面顶头穿西装甲红领带，就是维基改变的创办人亚桑杰，伊行伫队伍的上头前排小听。澳洲总理艾班尼斯白讲支持两国方案，并且讲以色列故作犯罪甲杀害平民的行为，无用准辩解或者是忽视。不过伊到即马是也无承认巴勒斯坦国。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再来看以色列极右派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去耶路撒冷的清真寺祈祷哦，这对于穆斯林的国家来看，这款行为是打红线来呛声咧。也毋过哦，这段影片是真还是假，嘛受到质疑。小型犹太人组织圣殿山管理局所发的这段影片，看到以色列极右派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带一群人伫咧艾格萨清真寺的衣区内面行叮当，敢若行伫咧遮祈祷，希望和哈马斯领走的人质会当被放出，并且拍败哈马斯，但是无法度确定影片是真还假。שלטוני הזוועה של החמאס באים על רקע דבר אחד, הניסיון שלהם ליצור לחץ על מדינת ישראל, ואני אומר דווקא מכאן, מהר הבית. המקום בו הוכחנו שאפשר לעשות ריבונות ומשילות. דווקא מכאן צריך להעביר מסר ולדאוג שכבר היום כובשים את כל רצועת עזה, מכריזים ריבונות בכל רצועת עזה, מורידים כל חמאסניק ומעודדים הגירה. 包括约旦、土耳其加沙特阿拉伯等几落个穆斯林国家，拢谴责班吉维尔这种霸人的行为。约旦外长强调，以色列对神圣的艾格萨清真寺并无主权，并且警告迄寡一直针对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加基督教圣地霸人，抑个非法的违规行为，可能会遭受后果。班吉维尔经伫咧犹太节日圣殿被毁日来到艾格萨清真寺，犹太人一般伫即天拢会禁食来哀悼几落世纪进前伫咧遮被摧毁的两座古老的犹太圣殿。艾格萨清真寺是中东正敏感的圣地，即马是由约旦的伊斯兰宗教慈善基金会负责管理。照以色列甲约旦之间行几落年的协议，犹太人甲其他非穆斯林应该伫特定时间内面入去这座清真寺的院区内面，不过袂使伫咧内面祈祷，或者是展示宗教的符号。基金会讲，包括班吉维尔在内的另外1250个人伫内面祈祷、发声、跳舞。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乌克兰发生重大的军事采购的备案，有国会议员、地方的官员甲国民警卫队的成员接受3成的可比奖，已经掠到4个人了。另外，美国总统5月要求印度莫阁向罗西亚买石油，也毋过美国是指控讲印度嘛是阁继续在向罗西亚买石油，这等于是帮助罗西亚拍乌克兰。乌克兰反贪腐机构表示，发现一项重大贪腐案，案件牵涉用警员介绍买军用无人机甲电子干扰系统，针对上有现任国会议员、地方官员甲国民警卫队成員，受合約金額30%的可比獎。FPV абсолютно аморальні. Має бути повна та справедлива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ість за це.
这个案件爆出来时机点特别敏感，因为乌克兰国会伫案发前2日通过立法，开放2大反贪机构，也就是国家属贪局、甲属贪专职检察署的独立调查权限。原因是因为总统泽连斯基进前因为轻度热血影响推动一项法案，将2个机构放伫总检察长控制之下，不过被认为是反贪倒退路，引起国内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伫压力之下撤回权限，最后伫国会通过。目前2个议员一直冲突，美国总统川普想要调解，伊副幕僚长米勒指控印度买热血石油就是助助热血对乌克兰的战争。People will be shocked to learn that India is basically tied with China in purchasing Russian oil. That's an astonishing fact. India portrays itself as being one of our closest friends in the world, but they don't accept our products. 米勒指出，川普政府甲印度关系一直真好，不过若印度继续支持热血，美方只好采取更较强的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美国要扣台湾对顶关税，咱讲暂时是要扣20%哦。也毋过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时表示讲，目前宣布的各国关税应该是完全确定啊，唔通哦，佮小上会当佮愈加。也毋过咱国的副总谈判代表颜惠兴今仔是表示讲，会佮继续来争取愈加关税。另外，针对在野党要求公开谈判的内容，咱的外交部是强调讲，具体谈判的内容应该爱送立法院的报告，一定会送。美国上新关税税率预定初7生效，目前美国宣布台湾对顶关税税率是20%，台湾当咧争取调降，也毋过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初三伫节目访谈提到，新宣布的关税当讲完全确定，外界无应该假望这个税率会伫无偌久会将来调降。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表示，台美继续谈判中，有咧争取对台湾上有利的选择。就台湾来说，我们就是依据这个行政命令，向美国提出了我们想要继续跟他协商的这个要求。那美国也回应了我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议题来持续讨论。具体的一个内容敲定之后，那么应该要送立法院的，一定都会送立法院嘛。那边唔要求公开部分谈判内容，民众党更加提案邀请行政院长倒英台就台美关税谈判关照产业可能受到的冲击影响评估等，到立法院专案报告。不过党团协商的时，调亚的时间点过去公布。这个礼拜5跟下个礼拜2，民进党党团是不赞成嘛？我没有说错吧？只要一旦谈定之后，我们可以第一时间1个小时内公布，1个小时内我们赶快朝会协商，然后来安排行政院团队来报告的时间，这没有问题。美国关税问题，那中央拍拼的谈判，地方政府更加烦恼冲击产业，包括台中分家在内的北管区首长召开区协2日平台线电会议，联合向中央提出包括动气、水电油、甲保护农业等15项解决方案。分散市场很重要，非美以外的市场哈，所以怎么透过这个海外的这个侨商、台商，那另外的外国政府的使节相关的这些经贸的公司等等。罗秀燕强调，美国关税压力会升等出口为主的产业，台中市府已经咧协助产业争取市场转向，也编了2500万预算，协助9大产业工会到海外参展抢单。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内政部查出全台湾有5个村里长有中国的身份哦，其中花莲县富里乡核电厂长李万华嘛已经互乡公所解职哦，这嘛是全台湾的头一个哦。李万华是表示讲，伊会提起诉愿，交互法院来裁决。在这里蒋东林红菜身躯边，伫万华律师证书真激动。伊讲，伊过来台湾已经28年，早就是台湾的居民，所以因为伊无放弃中国国籍被改制，讲这种要求根本是要改掉。因为你一旦开了，就表示你承认台湾是独立的了。谁会给你开这个东西啊？如果他今天我这个搞成了，就表示陆配以后都不能参政了。李万华1997年自中国四川来到台湾，17年前摕到台湾的身份证。2022年第一遍参选核电村村长，并且当选。在地乡亲对伊的评价拢袂歹，伊被体质大家也真唔甘。台风的时候，有时候我看他4、5点就出去巡视啊，
然后我觉得他做得蛮不错的。副理乡长讲，内政部自去年10月就开始内文，要求用国籍法办理解这个代志。因故依照《台湾地区甲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即马台湾甲中国是两华，并不是两国，所以伫万华无法度放弃中国籍的身份，中国也无可能开证明，所以希望甲这边解这个代志用诉讼加行政诉讼和法官来认定。村长啊，毕竟也是这个村民啊，一票一票投出来的，并不是国家付给他的一个职务，所以行政机关剥夺了他的身份权啊、名誉权啊、生存财产权啊，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处理上非常的一个慎重。内政部发新闻稿表示，国籍法有明文规定，民选公职应该伫咧就职进前就办理放弃中华民国以外国籍，并且伫咧就职的1年内完成放弃，并且提出证明资料。若无将会被解职，若不符会当提诉愿。伫即马全台湾总共有5位村里长有中国籍的身份，新北市2位，台北市1位，桃园1位，是毋是会拄到同款的情形？各市府单位正伫咧研究。记者综合报道。8月23会有第2波的罢免投票，南投的罢团是指控讲因的旧店防破流霜有已经去报案咯。另外，国信乡要开全民大会，要求全民要早因结协偷渡反罢免的宣传品违反行政中立。国信乡公所是强调讲办全民大会是村长甲全民决定的，公所无会管。嘛强调讲甲8月23罢免投票无关系。今天我们。南投罢免马文君志工团8月开记者会，指控国信乡南港村8月12日要开全民大会，拍算配合反罢免宣传，佮要求全民爱早应那。另外，发起罢免的志工据点嘛那像互人破流霜，罢免团体呼吁政府甲检警爱介入调查。携带印章的部分，我们就是很合理的可以去怀疑说，已经违反了所谓的行政中立，因为他们在开会的通知单还会有减负的一个就是反罢免的一些小物的这个部分，有被不明人士泼洒疑似酸性物质，导致地面腐蚀。针对罢免团体这期全民大会要求全民早应那，南投县政府民政处回应讲，全民大会是由乡镇公所负责办理，签到会当签名也是得应那。另外，根据罢免团体怀疑志工据点互人破流霜，警方已经去现场采证调查。签到的部分，这也是公所依据这个相关的规定哦，就是可以签名或盖章。不会写字的人就用印章这样的。嘿然后他有跟那个反罢免的文宣有一起夹带这样子啊。没有啊。第一时间已立即派员至现场采证调查，并全面调阅地点周遭监视器画面。8月23，有一波罢免投票，罢免投票日愈来愈晚。南投罢免立委马文君的志工团呼吁中央政府甲社会各界关注地方民主现况，维护宪法保障的民主甲罢免权。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健保今年开始推动个别病院总额，所以有风声讲有一寡病院为着要控管健保申报的费用，减少门诊，也是加一寡无重要的手术延后。某专家是真烦恼讲，病院成本的考量，会进一寡较少的药啊，较贵的新药都未去考虑哦。也毋过健保署嘛表示讲，因正在讨论药品政策的改革，来评估安怎来监测病院进药的状况。2025年，健保署开始推动个别病院总额试办的计划。部分的病院烦恼医疗服务的利润会求水，所以开始调整门诊的手术。即马有药学的专家提醒，各间病院后一步可能会调整药仔进货的选项，以利润为目标，选择药仔介绍差价较大的药品。它给付的价钱跟你采购的价钱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当然采购的价钱越低的时候，它的药价差就越高。假设说10块钱的药，说不定他买到可能只有3块、4块、5块。医界人士分析，主要的原因也是健保的单一药价制度。比如讲，某一粒药啊，健保的价销固定是10块，不过部分的病院只要大量买，或者是厂商下价，病院就会当用更较俗的价销买到，而且也是会当摕到10块的给付来赚药价的差价。针对这点，台大药学系老师心理官更较烦恼，因为最近这几年引进癌症的新药啊，不过使用的人数少，差不多拢无药价的差价，所以病院总额真简单就达标，连到造成病院无愿意开这项药啊，损害患者的权益。
一些更大型的一个全国性的医院的话，药价差某些特别的品项，甚至有到70%的一个药价差。那最重要是说，怎么样民众他吃他必须要吃的药，而不是多吃了很多不需要的药。我们从今年的7月中，7月16号开始，已经开始要启动一连串的叫做药品政策改革的讨论。那这个改革讨论，我们会邀请10多个台湾的药界团体和医院团体和医师团体去讨论，所以这个会已经开始启动了。健保署表示，目前已经启动药品政策改革的讨论，药价差异嘛包括在内，到时可能会透过病院检药的资料来比对甲监测，阻止乱象。不过，这牵连的议题真宽，需要长期收集病院用药等等的资料，所以还阁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有国民党的立委推动修法，要甲劳基法的产假对目前8个礼拜延到12个礼拜。托育人民是指出讲，产假嘛应该互女性的劳工有选择要休无要休，还是讲要休偌久的权利哦，提供有较长久的育婴假较理想。即马大家囡仔愈生愈少，为着要鼓励大家生囡仔，减轻职场妈妈的压力，几多位国民党立委提案修法，将即马劳基法规定的8礼拜产假延长到12礼拜，甚至是14礼拜，提供更加优先的请囡仔的环境。很赞同啊，这是福利啊，但我觉得梦想比较美丽。女性很辛苦，对，那如果你不让她长期这样子休息的话，我觉得身体会负荷不了。延长产假有真侪妈妈赞成，不过也有无同的声音。托育联盟就讲，安尼新修法其实是误解国际趋势，因为真侪国家的产假虽然时间真长，不过毋是强制拢爱休了，等到伫台湾可能会变做一定要完全休了，等到限缩女性的选择权。会让女性在家孤立育儿的时间从2个月延长到3个月，片面延长这样子的产假，雇主会觉得更不爽，这是慷雇主之慨。那就会间接的或是直接的导致雇主对女性的敌意。这边建议立委应该要先监督政府就是弹性育婴假的，就是修法和设计。托育联盟讲，像西班牙16礼拜产假，其实是6礼拜产假，国家10礼拜单性育婴假，因为安尼时才是即马台湾上欠缺的育儿优先制度。希望伫咧保障女性就业的时阵，也应该互男性承担一定的照顾责任。但是劳动部去年捌估计，产假若延长4礼拜，等于是增加1个月的薪水，企业一年将会增加差不多29亿的成本。所以各方面也该做通盘检讨考虑。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过后，这几冬出国民众是愈来愈多。今年休热总运量有机会超过853万人次哦，可能会阁创历史纪录。桃园市产业总工会今仔是到交通部去定情，因批评讲机场员工的负担愈来愈重，也毋过劳动环境啥拢无提升。嘛讲政府会当比较扣上港服务费来照顾机场的基层。报道未来拢是人，指控指数全年超过1684万人次出国，已经恢复到疫情进前98%水准。今年休热出国人次更较可能创历史新高。桃园市产业总工会指出，机场第一线员工工作量一直欠悬，不过薪水甲福利无明显提悬。呼吁交通部应比较咱原来香港服务费收取保管甲运用办法，由总业提拨，交劳动部分享提悬港口相关工会尽力服务品质。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交通部不能够规划，让机场营收的部分盈利1%也好，1/1000也好，部分盈利我们来研议有没有可能提拨一些金额，我们来确切的落实照顾机场的从业人员。工会也指出，交通部应该检视各大国际航空业卡子公司的薪水福利，避免故意对薪水干来用各种津贴来执行薪水，造成年终奖金，不如集团讲的遐尼好。甚至做了10几20年，他在这个职位薪上面，他还是一直等最低薪的职等上来退休。劳动权益还有辛劳啊，我们都是非常重视的。交通部这边我们会转请相关单位来研议托予处理。航空培训机构指出，疫情了各个机场面临保障旅客拢在欠人，也来台湾找人。台湾若无提悬待遇，可能会面临未来人才外流。24小时上班的工作呢，其实很不容易，所以呢，能够不管是薪资上面，我认为呢，这个工作的环境友善的提升，其实也是对于求职者
或者是对于这个上班的就业者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业者分析，除了提悬薪水，因为机场常常伫郊区，难提供交通补助，也是时代福利，也对员工有实际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大塘的石鼓溪铁桥最近因为落大雨，桥墩流失了淡薄仔稍微，为着安全已经封桥了。云林县政府文管处表示讲，这座铁桥伫民国95年登录做云林县的历史建筑，伫105年翻修做自行车道，即卖来看要安怎来抢修。连日落雨，地势溪水涨起来，造成大塘石鼓溪铁桥桥墩土坝亚坑嘛刷位，基座规个看现现，就连铁桥的铁基路嘛变形。为了以后民众的安全，目前先封起来，禁止通行。都算因了，也去上大拿上班的人啊，因为纵贯路无咋行，都是行对桥来。桥墩的基础它都已经裸露出来，然后甚至有一点位移，所以呢，确实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已经封桥，来协调哈，做一个看用什么方法可以来改善。物管处表示，石鼓溪铁桥应该是运输造成的原料。这条铁桥下过云林甲嘉义甲界石鼓溪，有100公尺长。民国95年登录做云林县历史建筑，105年完成修复，未来会赶紧讨论抢修的方案。另外，拿来往北顶主要的车路，嘛因为这几天落大雨，全闭开。这整个夏季危险性很高，这村民100多户在走。那个水路已经改变了造成我们原有的我们的地质条件没办法因应，造成下边坡度滑动。云林县府表示，最近连续几啊天拢落雨，造成这条路路基拢流失，目前已经赶紧封起来。估计受到影响的人数有300-400人。这2天会先用边坡的更帮来保护，按算3天内完成紧急抢通，恢复单向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的东元节咯，有民众讲，那亲像有人伫水中头放屎哦，佮看到卫生用品，水质卫生防真袂放心。也毋过，县政府是表示讲，10点钟拢有检测水质，园区嘛有24点钟过滤水的设备，会随时检测，请民众放心。宜兰国际东元节已经30周年，主要互大家来耍水，是当年许热真受欢迎的活动。不过，有不少游客最近伫咧水池仔内底，发现有民众乌白伫咧水里放屎石，甚至发现卫生棉条，互民众烦恼水质的问题。如果真的大便就是水质当然不好啊，可能会上网留言，是给一些爸妈比较需要注意，对，会担心小朋友的健康吗？会立刻带他起来。东元节水质请在乎外界检视，2011年都捌去互民众检举，讲水的大肠杆菌数量超标。2022年嘛，防指控水质 pH 值干那1.6，苏当时政府有提检验报告出来批回。东元节现场每1点钟都有人员去耍水的水池仔，随机取水的样本，嘛随时都有派人提网去清理。园区嘛有设置4点钟的监控、甲过滤的系统。同时，我们在现场在园区里面也有这个水质的一个监控系统。那这个系统是24小时持续在过滤当中。县府表示，大家开门进前，水池仔拢会先洗过，相关监控水质的数值，拢会公告伫个园区内底。数据包括水的温度、酸度、甲大肠杆菌的数量等等，一定会确保水质符合安全的标准。若乌白伫水底放屎石的行为，目前无相关的法则，干来当请民众发挥公德心。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初，但那是风台哦，台东一寡农产灌溉进水口的土花，互大水冲排。最近个伫落大水后，嘛无法度修理。农水署的台东分署是表示讲，这几天哦，避南溪水已经豆豆啊退落，按算3天到5天内就会修理好势。也毋过有农民希望讲，未来当用固定式的设备。农水署嘛表示讲，会当搁再讨论。即马是一期稻仔补产期，毋过因产水沟啊煞无水，农民等袂赴，只好利用大雨的雨水种地补产，毋过也烦恼若雨停，水被即摆无法度维持稻仔的成长。农水署台东分署表示，因为避南溪沿线因产水圳进水口引水爆花顶个月连续冲线，甲即马溪水才消退，会赶紧恢复供水。让它全部有水啊。因为有些部分那个河床有淤积，有淤积比较高的情况之下，我们这次进展的那个取水期程会尽速会加快。
大东地区若拄着大雨，就无淹产水通用。有农民提出去固定结构进水补还要求，农水署咧甲地北河川分署讨论，不过生态保育人士认为，希望去固定式结构会影响溪流环境生态。我们是建议要审慎评估哦，因为整个卑南溪的流况是蛮特殊的哈。它如果没有调节性，其实这样溪流的断流的情况，导致于生态浩劫的状况可能会加剧哦。农水署大东分署表示，卑南溪水台关山大圳补花已经咧抢修，这几日也赶紧抢修其他地区补花，按算3到5日恢复供水，予农民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政府办神农教育展哦，安排民众来体验乌竹笋做麻糍，麻烦各民众当来了解是安个土地永续议题，来支持在地农产品。种地个笋较细枝，伊的产期有2摆，一年有2摆，找看卖啊，较细枝的是较济。老师讲出各种竹笋的特色，互囡仔去找出对应的相片，嘛互因了解咱平常时食竹笋台语安怎讲生做相款。农场结合实农教育，通互学生看到竹笋的无共成长时期。家己体验挂竹笋的迄种快乐，吼摸头的快乐，乌竹笋的快乐，同我想要知影后壁人食的是较安全、较健康、较安心的农产药品。新北市实农教育展8月初时起稿，拢总有甲10个农场做教案合作，而且嘛有教育工作坊，互民众体验拔竹笋，也有做麻糍等等。都是互咱的囡仔自细汉就知影咱食的农产品是安怎生产来，互咱食了安心安全。囡仔自细汉就开始教育熟悉这农产品，伊自然就要来知识来选择。农家指出，新北市逐年举办超过300场实农教育推广和体验，希望透过教案设计、实作体验等等来促进民众和农民的互动，嘛通进一步了解土地永续的议题，支持在地农产。记者卢尚如、郑准佑新北报道。来看西亚这种动物哦，伫泰国是有人饲来做动物伴，伫泰国是合法的，也毋过数量哦，却愈来愈多，全国已经有400多只咯。当地动保团体是呼吁讲，这应该嘛爱检讨。一个主人将热情的一直甲伊的宠物梳头，不过伊饲的毋是鸟狗，是互人叫做百兽之王的狮。เลี้ยงเขาได้ เพราะเขามีความขี้เล่น ความน่ารักเหมือนสุนัขหรือแมวเลยแต่นิสัยจริงๆจะเหมือนสุนัขมากกว่า饲2隻獅，一隻獅虎混種的塔努瓦特，是一位 TikTok 的影音創作者。伊的內容主要是人甲獅的互動，有300萬人追蹤。真侪人影片看了，攏袂記獅是一種野獸。泰國是准合法飼獅當名獸。这几年有真侪人伫咧动物园、养殖场，甚至是动物咖啡厅内面饲。这几年数量就增加超过3倍。影片内面的内容，互大家叫是狮真温顺，所以有更较侪人饲。不过动保团体警告，怎么有真侪人流行要饲狮，不过对饲的人甲动物拢真危险。It's terrifying to imagine if laws aren't changed, what the situation is going to be in 10 years. And we have interviewed traders who have given us prices for live and dead lions and have told us that they can take them over the border. 教育上讲，虽然来买狮的人真多，不过官方这几年的法规有较严，真就是爱事先登记，就要互政府检查饲的环境，不过一般拢无严格执行。专家讲，虽然狮有当时看起来真温顺，不过依然是几落百公斤重、有保产也无本能的野兽。若是大规模进口加饲这款野兽，无论是对动物福利、生态平衡、加公共安全，拢是真严重的问题。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辑。风车哦是荷兰的特色，当地是有1200座的风车，爱靠有证照的风车操作员来维护。风车维修的技术哦，即马嘛来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伙来了解。伫荷兰西北边的赞瑟斯汉斯有正美丽的风车村，风车伫咧西顶人的时阵，那真有诗意，一个人产生强大力量。伫咧过去几落百年来，荷兰靠着风车开发农业加其他的产业。风车会当产生能源加排水，会当甲谷物磨做面粉，或者是固茶。风车除了靠风，也管有一定负责维修的专业风车操作员。Most people don't know that this profession still exists, and they are not aware that a mill has to be run by a miller,
and what a miller has to do, and that it's still possible to work or spend time on a mill. So, and they are usually very interested. 贝克是荷兰风车操作员里面正少数的女性，伊就住伫咧风车内底，壁顶也有搭用手画风车结构图。行过伊住的所在，壁图门开开就能看到风车的部分结构。对正行楼梯爬起嚟，就能爬起嚟风车的顶半部。贝克的工作就是定期检查维修。 A mill is like a car. It needs to run. It needs to move. Otherwise, it becomes wet and wrong. And you need a miller to make the mill move, to make the mill work. 专业的风车操作员就要接受2年到3年的实地训练，通过考试了就能得到认证执照。保持加 DID 就是最近通过考试的风车操作员，伫风车村做志工。因考执照唔是要赚钱，是一種維護荷蘭文化遺產的熱情。 You have to know what you can expect from certain kinds of weather, and the wind, of course. Thunder is also a very dangerous thing for the millers. Because of the lightning. 风车要设震动，除了爱有风，有当时风车操作员一个倒刹一个。虽然这项技术的知名度无大，不过已经列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内面。每一位风车操作员拢认为家己有一个使命，希望美丽的风车会当永远留伫咧荷兰的这片土地。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 华东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